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第三屆 3D 模型設計比賽2026嘅比賽簡介會。喺介紹今次比賽嘅內容之前呢，等我簡單地介紹下今次嘅主辦機構良木教育嘅背景先啦。良木教育喺2020年底創辦，致力於將創新嘅主題結合於教育，用一個啟發性嘅方式去引導同學思考。我哋亦都專注喺農業科技、人文關懷同埋生態環保3方面。我哋希望可以透過跨課程嘅形式，為學校度身訂造適合佢哋嘅課程。至今，我哋已經服務超過150間中小學、國際學校同埋非牟利機構。除咗舉辦課程之外，我哋亦都舉辦唔同嘅講座、工作坊、外展活動同埋教師培訓。今屆已經係我哋第3屆舉辦 3D 模型設計比賽。喺舊年，我哋亦都成功地舉辦第2屆 3D 模型設計比賽。除咗比賽之外，我哋亦都舉辦咗作品展，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同學同埋公眾參與到當中。今屆嘅比賽除咗由我哋良木教育作為主辦機構之外，亦都好多謝有大灣區發展基金有限公司作為我哋嘅協辦機構。除此之外，亦都好榮幸獲得多個機構協助、合作同埋支持我哋嘅活動。今屆我哋嘅比賽咧，主要有2大目標。第一個咧係推動教學同埋校本發展，令到更加多學校咧可以參與到 STEM 教育當中。另外，亦都希望可以幫同學建立一個公開展示佢哋成品嘅平台。第二就係培養學生嘅學習興趣同埋能力，包括 3D 建模、空間思維、文化理解、創意表達同埋面向未來嘅科技應用能力等等。講返到我哋今屆嘅比賽，今屆我哋嘅比賽會以香港電影文化作為主題。香港電影一直都係我哋嘅集體回憶，佢記錄咗街道建築情感，塑造咗我哋嘅身份認同。所以我哋今次嘅比賽咧，會以香港電影文化作為主題核心，令到同學唔只係學習 3D 建模技術，亦都希望透過 3D 模型展現出佢哋心目中嘅香港電影。我哋會有3大創作方向建議，分別係電影同城市空間。學生可以喺電影嘅畫面入面抽取一啲具有代表性嘅香港城市元素，例如係舊區樓梯啦、橫街窄巷啦、茶餐廳啦，或者係屋邨走廊等等。第二個方向我哋建議同學可以以經典電影場景同埋角色形象入手。同學仔可以將經典嘅場景抽象化同埋概念化，例如以電影入面嘅服飾輪廓啦、動作姿態啦、空間構圖啦，去表達港產片入面常見嘅情緒同埋故事。最後我哋亦都建議同學仔可以嘗試以電影工業同埋製作場景嚟到作為創作嘅核心。同學仔可以嘗試將鏡頭背後嘅世界搬到去 3D 作品入面，例如係攝影棚啦、服裝間啦、剪接室啦等等。除咗呢3大創作方向建議之外，同學仔如果有其他關於香港電影文化嘅創作概念亦都可以作為今次嘅作品主題。以下係一啲關於今次比賽嘅詳情。今次嘅比賽分為咗3個組別，分別係小學組、中學人工建模組同埋中學 AI 建模組。所有組別都會經過2輪嘅比賽，分別係初賽同埋決賽。關於決賽嘅詳情同埋入圍名單，我哋會喺截止提交初賽文件之後，向入圍決賽嘅隊伍嘅老師公佈嘅。以下係關於參加今次比賽嘅隊伍要求。今次嘅比賽係開放俾全港中學同埋小學同學免費參加嘅。同學會以團隊形式參加比賽，每隊人數限制為2至6人，每隊只可以提交1個模型作品嘅啫。而每間學校最多就可以派出5隊參賽。如果隊伍資料有變更嘅話必須要喺提交作品限期之前提出，逾期申請係唔獲接受嘅。喺呢度提一提所有嘅帶隊老師，我哋所有嘅作品都必須要符合基本法同埋香港國安法相關指引、知識產權同埋創作版權嘅相關指引同埋守則。
小學組呢有以下嘅比賽時間安排。由5月1號開始呢，我哋就會開始接受報名。去到6月至到7月期間呢，我哋將會舉行比賽工作坊俾同學仔參加。截止報名日期，我哋會定喺7月17號夜晚11點59分之前。而9月18號呢，就係我哋最後遞交初賽文件嘅時間。而去到9月21號呢，我哋就會公佈入圍決賽名單。而決賽呢，將會喺10月17號舉行。決賽嘅結果將會喺10月23號透過網上平台公佈。最後呢，去到我哋嘅作品展覽同埋頒獎禮呢，就會喺12月5號至到11號舉行。關於小學組，我哋有以下嘅作品規格呢，需要同學留意返嘅。首先，同學仔所提交嘅作品呢，必須要符合我哋嘅主題香港電影文化。而 3D 模型作品嘅尺寸呢，需要係喺20×20×20cm 嘅範圍之內。作品形式呢，我哋接受 Q 版或者寫實嘅作品呢都可以嘅，但注意呢，需要80% 以上呢係有 3D 打印元素。關於製作方式，我哋建議參賽隊伍呢可以選用 ThinkerCAD 作為 3D 建模軟件完成設計，同埋使用 3D 打印技術製作模型。但係呢，我哋唔係強制限制於此嘅，同學仔呢亦都可以使用其他合適嘅 3D 建模軟件製作模型。呢度提各位參賽隊伍，小學組呢係唔可以使用任何 AI 工具進行 3D 模型生成同埋設計嘅。以下落嚟呢係關於小學組嘅初賽同埋決賽指引。我哋小學組嘅初賽截止日期呢會係9月18號嘅夜晚11點59分之前。同學仔呢需要透過大會提供嘅網上連結提交2份文件。第一份係 3D 模型設計檔案，我哋接受 OBJ 或者 STL 格式提交。第二份呢就係作品概念描述簡報，建議同學仔喺簡報內容入面需要包括團隊分工、設計理念、建模過程嘅 cap 圖同埋影片。我哋接受 PDF 同埋 PowerPoint 嘅格式提交。而提交嘅簡報呢，亦都唔可以超過10頁。提同學仔，我哋初賽呢係唔需要提交實體作品嘅。而我哋小學組嘅決賽呢，將會喺10月17號舉行。更加多決賽嘅資料將會喺稍後公佈。呢度顯示嘅係小學組初賽嘅評分準則。評判主要會透過同學仔提交嘅 3D 模型設計檔案同埋作品描述簡報嚟評分。評分項目呢，主要分為4大類，分別係主題詮釋同埋創意表達、3D 模型設計、完成度同埋可製作性，最後呢就係作品簡報同埋製作記錄。呢度提同學仔啦，小學組呢係唔可以使用任何 AI 工具進行 3D 模型嘅生成同埋設計嘅。如果發現有違規嘅話呢，係有機會被取消資格嘅。嚟到同學仔呢都好關心嘅獎項同埋獎金頒發方面啦。好榮幸今次嘅比賽有大灣區發展基金會有限公司為我哋嘅3甲獎項呢提供現金獎嘅，分別係冠軍有1000蚊嘅現金獎勵，而亞軍呢會有500蚊嘅現金獎勵，最後季軍呢亦都會有200蚊嘅現金獎勵加去同學仔嘅。除咗冠亞季軍獎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獎項。分別係最佳建模獎、最佳塗裝獎、最具文化價值獎等等。而小學組所有嘅獎項、獎金同埋獎品呢，將會喺作品展入面頒發嘅。以下係關於作品展嘅詳情。我哋嘅作品展將會喺12月5號至到11號喺荃灣愉景新城 D Park 舉行。活動內容呢，包括開幕禮、頒獎典禮、現場學生作品導賞。亦都會有唔同嘅公眾講座同埋工作坊俾同學仔參加。喺呢度呢，亦都歡迎咁多位老師、同學同埋家長呢一齊出席我哋嘅作品展。為咗配合今次嘅比賽呢，我哋亦都有提供同活動配合嘅課程。小學組方面，我哋就會有 3D 建模到校課程。透過呢個課程呢，同學仔可以學識點樣運用 3D 模型軟件呢去生成 3D 初稿，亦都會教授同學仔 3D 建模嘅技巧。最後呢，亦都會教授同學仔透過 3D 打印、處理同埋上色去完成實體作品，用以參加比賽嘅。
更加多關於課程嘅內容呢，可以掃描圖中嘅 QR code 了解更多。跟住落嚟呢，就係關於今次比賽嘅創作同埋版權相關指引同埋守則。由於我哋今次嘅比賽主題呢係以香港電影文化作為主題啦，我哋鼓勵同學仔喺文化角度出發進行原創同埋創作。為咗保障參賽者、學校同埋主辦單位嘅合法權益，所有參賽隊伍呢都必須要嚴格遵守所有嘅版權規定。所有嘅參賽作品呢都一定要係原創設計，唔可以直接複製、重現或者改編任何受版權保護嘅電影內容，包括電影畫面、角色造型、服裝設計、場景構造、對白、標誌、海報元素或者其他可以識別嘅視覺同埋文字內容等等。作品呢亦都唔可以出現任何電影官方名稱、標誌同埋商標。另外，作品亦都唔可以涉及對原作嘅歪曲同埋殘缺不全嘅改動。參賽隊伍呢可以以研究香港電影嘅風格、類型或者文化特色着手，喺呢個基礎上呢進行原創創作同埋詮釋，而唔係直接複製、重現或者改編受保護嘅內容。另外，作品亦都唔可以同任何特定嘅電影角色同埋場景構成實質性嘅相似，以免構成版權侵權行為。喺比賽過程中，所有 PowerPoint 同埋展示嘅材料入面都唔可以出現或者使用電影嘅截圖啦、海報啦同埋官方影像。但係同學仔可以於比賽匯報期間以口述方式表達。所有嘅作品簡介必須以風格啟發或者文化角度嚟表述，唔可以出現重現某電影、某音樂嘅字眼等等。參賽隊伍喺提交作品嘅同時，即係代表已經同意咗原創聲明嘅內容，確保作品係屬於自行創作，未有侵犯任何第三方嘅知識產權。如果同學仔提交嘅內容涉及第三方嘅素材呢，同學仔係需要自行確保已經獲得授權或者符合法律要求嘅。以下係關於知識產權相關嘅指引同埋守則。參賽隊伍需要確保參賽作品同埋相關資料呢係由自行創作同埋合法使用嘅。主辦機構有權將作品嘅相片啦、影片啦同埋簡報內容用作於比賽記錄、宣傳、教育推廣同埋展覽等等嘅用途。如果作品涉及侵權爭議，相關隊伍需要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而係關於基本法同埋香港國安法嘅相關指引同埋守則。參賽隊伍嘅帶隊老師需要確保喺提交報名表之前呢，必須詳閱相關嘅指引同埋守則。以下係關於比賽收集個人資料以及私隱政策嘅聲明。咁好多謝咧咁多位老師啦同埋學校咧支持我哋今次嘅比賽。如果想報名參加今次嘅比賽嘅話咧，就可以掃描圖片中嘅 QR code。如果有任何活動查詢同埋疑問嘅話咧，亦都可以透過 WhatsApp 同埋電話同我哋聯絡嘅。我哋比賽見啦，拜拜。